耶和华，我要伫万百姓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你的诚实到伫强冲。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主讲，你若用我的名两三人伫咧聚会，我就要伫恁的中间。今仔日是主所定定的日子。就是请咱放下所有的看碍，咱所有的重担要交到主，咱用虔诚喜乐的心来出声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请起立。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实真诚的心学乐伊。伊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地位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实敬虔的心学乐伊。伊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地位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主的为爱来降世，我连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我弥大的真实。心啊，你着欢喜出声学乐耶和华，用真实敬虔的心学乐伊。伊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地位大权力，咱打着学乐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多谢主的为爱来降世，我连我努力，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心，咱个一摆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请坐。主，你是创造万物独一的真神，对你古早到伫今仔，一直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的上帝，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直到永远。哈利路亚！你不做真心给你的，我你敬拜阿罗，过早现在的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这地不。
你是人民的主，是疼痛的神，是公义的上帝。在黑暗中，你要做我的光；在我对敌的面头前，你要为我摆设宴席。主啊，我要听候耶和华。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告诉是阮无做事，当地人民稳定到我应，我要做因来听候耶和华，亲像歌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比早时我落伊的主啊，只有伊是我的救赎，我的拯救，我的管担，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伊来，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歌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伫早时我落伊的主爱，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
也要主心仰望你，来到主是阮宝座前，谈地里面稳定甲我应，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暝当天光，伊暗时称赞的信息，你早是我乐意的主啊，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元旦，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暝当天光，伊暗时称赞的信息，你早是我乐意的主啊，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元旦，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你来，我要忍耐等候耶和华，亲像过暝当天光，伊当时称赞伊信息，你早是我乐意的主啊。主啊，你知阮即卖心情，因为环境所带来，一只惊吓、不安，对人所讲的话语，互阮的心白白，互阮的心郁卒。主啊，只有你了解阮的心情。当阮有话无得讲，阮的郁卒无得透时，阮只有来找求你，恳求你听阮的祈祷，除去阮心内的郁卒，阮的惊吓，阮的不安。求你的光来光照阮，赶走阮心中遐惊吓所带来的黑暗，对未来无毋望。阮恳求你，这个时阵享受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同在，帮助阮会通伫你的话，伫你的同在，伫你的安慰下面，阮搁一遍重新徛在。无论环境安怎变化，你的听拢袂离开阮。求你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的教示，也你所应允的圣神，互阮来明白。愿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这个时阵因为线上的礼拜，所以咱要做伙伫遮来看咱的消息。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有做遮的防疫的措施。咱该线上的礼拜，请咱的兄弟姊妹咱会通伫这个线上的礼拜中，咱游玩用敬虔的心做下的礼拜。咱的主日礼拜是华语伫8点30分台语是10点30分。所以咱有做遮的线上的遮的消息，请咱会通家己去看。
因我咱下主日要来召开中执会，所以请咱兄弟咱的同工吼，伫5月28日提出你的PPT 来当伫遮，互干事会通整理。咱犹原会用线上即款的方式伫遮来召开。因为来应用遮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今仔日伫文昌公园的医疗咨询犹原暂停等待疫情稳定了后，才来通知。这段期间，咱的奉献不便伫这实体礼拜中间来奉献，所以请咱会通照着教会所互咱的方式咱有邮局的汇拨、网络银行的转销以及 ATM 也是银行的汇款咱无停止聚会，因为咱透过线上，咱也无停止咱的奉献，咱回应上帝恩典，互咱的领受会通搁较侪搁较侪充满上帝恩典。过来，咱的拜三的祈祷会犹原无法度实体聚会，所以咱也用遮个无共款的方式伫遮来直播是伫遮做伙伫线上来祈祷。这个时阵是咱需要做伙祈祷的时间所以祈祷会通帮助你无过头的惊吓。咱也伫德福这个社区的据点等等，这个商代，咱拢停止实体的聚会，也是上课，所以拢爱等待社会局的通知。所以请咱兄弟也是咱社区的朋友请咱注意目前是服务暂停到伫6月7日，敢搁看社会局安怎公告。相宜大学也是相款咱会搁找时间来进行这个补课。其他请咱就家己来看伫线上咱有我的教会 APP 内底有这个电子的周报，请咱会通伫遮来观看。好，即时我要邀请咱线上的这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金句，咱要做伙来读2遍，来做伙来。我的心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诗篇42篇11节，搁一遍。我的上帝，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诗篇42篇11节咱线上的礼拜，所以这个奉献，请咱随时准备好照奉献的方式伫遮来献上互上帝。咱即时咱要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的42篇，42篇咱要对第1节来看到11节，第1节看到11节。我要邀请咱线上的兄弟姊妹，你若有伫观看这线上的礼拜，这个时阵我要邀请你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做伙来。上帝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羡慕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学乐的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你啥事郁卒？
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毋望上帝，因为伊会面我来拯救我，所以我有句要学落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所以我对约旦的地甲迄文，也对米撒的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出声，就深渊甲深渊三叫应；你的波浪、你的大影，拢淹没我。总是摇花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每时伊互我唱歌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啥事袂记得我？我啥事因为对敌的压迫忧闷来行？我会对敌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毋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圣经读到这，愿主上帝话来帮助咱，会通更较明白上帝伊的话，伊甲咱三角同在。伊也要伫咱拄着困难困境的时阵，照光伫咱迄个困境中间的黑暗。今仔日要用面的阳光甲咱三角来分享。伫咱拄着即款的困境的时阵，你的心是毋是亲像遮个诗人伫遮所讲的？我的心啊，哪会安尼郁卒，安尼悲伤，安尼流目屎？咱先来看一段影片。有一个伫巴勒斯坦的即个老爸，伊平常时拢有去录影吼，甲伊的查某囝的即款活动的过程。أشوف يلا نقعد هيك يلا كيف تشتغل؟ هيك نفتحها شوف ايش كيف تعمل هذه؟ يا عيني سيب اسمه 你常常将即个影片 يا 放 عيني 伫迄个 والله YouTube 里。 يلا سارة يلا سارة مين يلا يلا ايش يا سارة مالك يلا هلا شاطرة هلا هلا ايوه ايوه يا هلا ايوه يا هلا هلا فازت ايه هاي ثنتين هلا ثنتين يلا نشوف مين كمان يلا صار لسه واحدة يمكن لسه صار ايش مالي هلا في صوت طيارة خفيش ها العبي خفي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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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لاص تعا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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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خلا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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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ا سارة خلا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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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ا بابا خلاص 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原本伫遐甲查某囝伫耍遮个佚佗物啊，但是咱知影最近，因为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彼此的紧张，互相来射飞弹，所以即个时阵是以色列伫空袭遮个巴勒斯坦，就是加沙的所在。所以到最近，咱看讲死伤差不多超过200外个以上吼。伫这中间，即个老爸曼斯，伊去买即个佚佗物来互伊查某囝耍，因为伫迄个空袭的中间，因心内有真侪遮个惊吓。而且伊将遮个生活互动诶即款的关系，将遮个录影落来，然后放伫迄个 YouTube 内底，互人伫遮来观看。无拍算，伫逐工的空袭的中间，两日的了后吼，即个老爸却甲其他丧失性命的人共款吼，死伫迄个空袭的中间。所以最后伊就有人将即个相片甲铺伫即个网络顶面，
所以有真侪人就去伫 Twitter， 也是讲伫迄个网络顶面，伫遮来流出因心内的一寡遮个哀伤、感动的话。而且咱有看伊讲，真侪人因为空袭、因为战争，因无家可归，甚至也面对即马咱所面对的疫情，有厝总是无法度倒转去。因可能爱互人伫遮来隔离，伫迄中间心内是毋是有真侪的遮个郁卒？伫咱台湾嘛是相款，最近咱知影咱欠水，咱欠电。恁兜是毋是死地租的？若是可能你爱面临迄个停电，随时你爱准备好势。可能你会担心，你的冰箱有侪物件会歹去。昨咱有看见迄个新闻讲啥？本土确定的即个病例校正回归，这是啥物东西啊？互咱看伊讲原来过去检测伫咧检验的过程中间，无法度出来，无法度确定，所以昨一个伫遮来增加差不多700外例，包括进前检查无公布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阵，你的心毋知会着惊袂，会郁卒袂啊？检测你的心开始惊吓，毋敢出门。未来要安怎？亲像顶礼拜牧师甲咱三个分享的，咱对未来迄个毋知，咱开始伫迄个中间有惊吓，是毋是会拄着无水无电？是毋是会拄着我无法度掌握的？兄弟姊妹，咱拄着啥物款的代志，会互你心内郁卒，亲像诗人伫遮所回应的共款？伊陷入伫迄郁卒，伫迄个悲伤内底。所面对的生活其实无未来。咱台湾本来是一个防疫即优等生，总是咱即马咱拄着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这拢会造成伫咱的生活中间，我要安怎去上班？我要安怎去买物件？我是毋是甲人的中间的距离会因为安尼，我是毋知互人传染着袂？所以，咱透过这段圣经，咱做伙来思想，明白到底上帝伫这个世代，伫即马咱所拄着的中间，这个疫情、这个困境，有啥物款伊的心意？另外，咱要来认捌，伫即款的情景的下面，咱的情绪是安怎？是郁调的，也有法度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伫遐来透放你心内情绪嘛？今仔日是教会节期的中间的圣神降临节，耶稣要离开世间，要倒转到天理的中间，伊有应允讲要享受圣神，甲咱三个同在。圣神到底会帮助咱啥物？互咱想起上帝的话，想起耶稣所讲的话，诚做保惠师来安慰、来劝勉、来引带、来帮助咱。伊即马甲你三个同在嘛？咱要做伙伫遮来看，诗人可拉伊的后代，伫遮来写出即个诗篇。诗篇42到43篇，其实是一篇的诗篇。今日咱看42篇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人讲，即首诗篇是一首哀歌，就是咧靠赖上帝安怎伫遮来到上帝面前。可能是伫受了到伫巴比伦的时阵，迄个时期所做诗歌。可拉的后代因是属伫利未族，所以伫遮因拄着遮困境，兼且受了到伫巴比伦，因无法度倒转去到伫迄个圣殿伫遮来服侍，因为因是负责亲像拄仔伫带大家唱歌敬拜的遮的利未族的人。所以当因内心有即款的郁卒的心，因无法度倒转去到伫圣殿伫遐来敬拜上帝的时阵，伊讲我的心啊，声嘶逼切来羡慕。伫迄个心内，伫遮对上帝来讲起，伊对上帝迄款的思念，无法度倒转去到伫迄个中间。所以第1节到第4节，
诗人一开始对心底伫遐，好亲像咧靠赖上帝。圣经内底嘛讲，那像咧鱼鱼餐安尼。伊讲想上帝想到啥物款呢？想到迄个你捌喙焦过无？像鹿仔喙焦啊，伫翕无溪水安尼。讲我的心喙焦翕无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伊感觉这位上帝是真过我的上帝，总是因为伫实况的即款的过程，伊无法度伫遐来到伫圣殿伫遐来做礼拜，伫遐来敬拜上帝。这敢甲咱即摆的心情有相款吗？咱因为这 COVID-19 这个疫情、这个病毒，所以递交互全世界，甚物即摆台湾卫生部公告拢无法度伫庙也好，也是伫礼拜堂伫遮来出礼拜，所以咱无法度，咱就用即款无相款的方式。但是咱想看觅啊，较早诗人的时代，因无网络呢。因嘛无法度伫遐线上的礼拜啊，所以咱爱感谢主。虽然伫这中间，咱无法度来到伫礼拜堂，咱做伙伫遮来礼拜，伫遮来彼此交陪、小组的聚会、祈祷会，咱拢无法度。总是伫迄中间，你的心有亲像这个诗人讲，我思想，我羡慕，亲像鹿羡慕溪水来羡慕上帝嘛。其实毋是干那安尼，无法度去做礼拜，迄款的艰苦，迄款的郁卒，迄款的思念上帝。其另外有一个就是讲，别人咧对伊讲的话，会影响伊的心情。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别人咧对伊讲，这你的上帝伫倒位啊？我的心为啥来郁卒啊？伊郁卒啥物？可能因伫修理中间，别人在讥刺伊讲，你的上帝是倒位？递交互伊目屎准饭食，你的上帝伫倒位？你捌拄着迄个困难的时阵，人甲伊讲你信上帝信到倒位去？你的上帝敢真过活吗？所以对着伫遐来讥刺伊，互伊心内感觉讲足郁卒的。中文讲忧闷，其实台语我感觉讲翻译真好，郁伫内底，郁出条的，郁到尾啊，是毋是会伫遮来破病？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伫这疫情的中间，你有足郁卒啊无？好亲像啥物代志拢无法度做咧，要安怎啦？对未来你无迄个真大的期待甲毋望。伊伫迄中间来表达出，伊过去可能有无共款的经历，我的心。伫我的内面咧郁卒，过去我会通伫迄个约旦的地，伫赫文，伫遐对米撒的山伫遐来纪念，表示讲伊伫即段的中间，伊捌经历伫迄个敬拜的内底，也伫迄个所在有上帝甲伊三同在迄个经历的回忆。伊可能伫遐要表达的是。伊到伫任何的所在，因为伊甲上帝关系真亲密，所以伊无法度袂记上帝。即马无法度伫遐敬拜，无法度伫遐来见面。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有亲像即款的心情无？伫线上的礼拜看电视，感觉无共款啊。来到伫礼拜堂，伫遮有看见牧师，有看见遮中级同工，有看见兄弟姊妹，有看见你的小组员，迄款的表达，迄款的。互相的交陪是无相款的啊！即马连伫厝内，连伫开车的时阵，你若超过2个人，你拢爱挂喙安，感觉足无方便的。所以伫遐你会感觉，亲像诗人伫遮所表达的，你的心内有遐尼多的郁卒啊无？咱知影伊咧表达出环境所对伊所带来迄款的压力。无地透的时阵，要安怎？亲像迄个波浪，亲像迄个海涌伫遐，哪像要互伊灭顶，要淹死伊共款。你拄着真侪遮突然来的这环境所带来的压迫、苦难，甚至亲人的死失，你是毋是即马还搁伫迄个哀伤、郁卒，甚至伫迄个悲哀内底，你行袂出来？
你也无法度找到一个方式，伫遐来帮助你、透放你。所以伫遮诗人，伊伫迄个过程中间，因嘛咧表达讲我的心啊，为啥来悲伤啦？迄个悲伤是因为透过你的想，然后无法度伫现实的中间来达到，然后你开始郁调的，心思啥人知？无地透、无地讲的时阵，啊，上帝啊！别个人咧讥刺我，咧踢笑我，讲你的上帝伫倒位？伊敢有咧听你祈祷吗？所以，互咱的心检测会愈来伫遐来愈郁卒。所以，因为真侪这代志会压迫、忧闷、烦恼、重担累积，到有当时咱会爆发出来，咱无法度去面对。所以，伫遮有啥物款的方式？伫即个时阵会通帮助你嘛？兄弟姊妹，你的上帝伫倒位？你的上帝毋是敢若伫礼拜堂，敢有伫你的身边，伫你的客厅，伫你的房间？诗人对过去伊的生活有一寡遮的回想，但是因为环境受掠，也是有其他破病、重担等等，佮别人甲伊讲，你信的无彩工啦，你的上帝伫倒位？若无今仔日你袂遐凄惨啦，你袂拄着即个困难啦，啊，你咧信上帝信假？所以当别人伫遮咧讲即项话时阵，是毋是你的心内亲像诗人相款，迄款的艰苦，无地透，要安怎？其实伫一本册即个情绪大脑的秘密档案内底，即本册内底有提到几个情绪，咱需要要安怎伫遐来帮助咱家己去看见，然后需要伫迄中间来透你心内的即个情绪。其实伫有一个细汉囡仔伊差不多4岁，有一天伊去伊的朋友的厝，伫迄个后院，伫遐咧耍啥物？4岁囡仔咧耍迄个骨扫啊，就是讲有迄个滑轮然后你扭的，然后伫遐来骨去。4岁囡仔，我相信伊的反应无介好，所以当伊咧耍的时阵，安尼骨去的时阵，因为另外一头是绑伫迄个树头，伊无法度有迄个真好的即个敏感的动作，所以当伊骨去的时阵，到伫重点。伊面弄着迄个树头，所以伫遮，互伊感觉种无爽快，面拢流血，所以当伊弄着的时阵，就失去迄款的一个知觉，所以伫迄个中间，伊老爸受通知，就赶到伫现场，伫遐来看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然后赶紧甲伊送到伫病院。伫咧病院的中间，医生伫甲治疗的时阵，伊怎啊醒起来啊？伊醒起来的时阵，医生要甲填迄个下颌有迄个裂开的所在，爱填几啊针。总是你知影讲4岁的细汉囡仔伊哪有可能掂伫遐，互你伫遐甲填？所以就开始伫遐伫遐骹手，伫遐踢，伫遐喷。这个时阵，伊老爸就甲压制掉的，甲缀掉的。毋茫互伊安静，医生要甲填，要甲治疗，会通真好势、真顺遂，会通紧紧来完成。总是你知影囡仔，伊就是安尼，开始叽叫、嗨嗨惨，然后伫遐骹来手来，虽然老爸伫咧中间甲缀掉的，伫遐掠掉的总是嘛有踢几啊下安尼伫迄中间，伊就讲：我要去耍啦。莫甲我缀掉的啦，我足无自由的，我是毋是会通伫迄中间来耍？总是老爸知影讲，即个时阵袂使放手，伊需要伫迄个治疗的过程中间，虽然有短暂迄款的无自由、无爽快，真艰苦，总是为着就是要互伊伫迄中间紧紧来得复原。我确信有当时咱的情绪嘛，亲像即个细汉囡仔相款。你无明白，你想讲，即摆哪会无爱互我去耍？
伊无顾虑中伊的伤痕，伊迄空喙需要伫迄中间来天，互伊会通伫遮真紧来恢复。有当时咱嘛亲像即个细汉囡仔，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甲上帝咧骹来手来，伫遐喷，甚至上帝伫遐好像留咧甲伊抵抗，伫遐精神相款。但是上帝亲像即个老爸相款，就是迄个时阵，伫你艰苦的时阵，要甲你抱掉的。检采有暂时无自由哦，无爽快。但是为着就是要，互你伫迄个情绪的中间，互你伫迄个苦痛、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会通伫遮真紧来恢复。兄弟姊妹，即个情绪大概有几项，就是讲你拄着即个困难的时阵，迄款对困境会通伫遮恢复，亲像有迄个弹性啊，恢复倒转来是紧啊慢。咱会当伫遐自我伫遮来试看卖啊，来感受看卖啊。第二就是讲，伫这个情绪的形态中间有，你对迄个困境来临的时阵，你是失望、负面一直占伫你的心内，也是你有迄个无共款正向的即款的毋望。亲像诗人伫第5节遐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来忧闷、郁卒？为什么伫我的内底不安？应该着听候上帝，因为我要搁爱称赞伊，我要学了伊，因为伊是安怎安怎。所以咱看讲，伫迄中间，伊的情绪开始伫做一个自我的调整。第三就是讲，对社会、对四周围这环境、人的言语，遐疫情、病毒来，你是安怎？可能你会对人所讲的话，是迄款的有刺激性的，咱所谓讲白目啦。另外一个也是讲，你会通去同理人的心情，善解人意。你会通了解人的心情，伫人伫落难的时阵，伫苦难中间，你袂讲你就是无祈祷，你就是安怎，你会伫遐可能安静来陪伴伊。像这个其他人讲，你的上帝伫倒位，迄就是较属伫白目型的啦。如果你若通安静伫遐陪伴伊，哦，另外咱看你家己有去感受到，还是发觉讲你家己伫迄个情绪的反应，是毋是一直陷入伫迄个郁卒的内底，伫迄个哀伤无法度行出来中间，也是你会通伫遮。虽然困境中间，你还阁有迄个期待毋望，这是你家己会通去了解讲，到底你的反应、你的情绪是安怎？第五就是你对迄个情境所来的敏感度，代志来的时阵，你所讲的话语是实的，还是会通伫遮真有知影讲啥物时阵讲啥物款的话？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注意力，你是一直焦点放伫这环境、这病毒、这病痛，也是这失败、这惊吓，也是你会通想讲，我要安怎伫遮有一个帮助、一个困难来帮助我脱离这个困境。我想这个是你会通焦点放伫对，这是对你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咱来看讲，啥款的情绪影响你的时阵，有啥款的办法？伫遮来帮助你，帮助你会通伫遮来脱出迄款的困境，迄款的黑暗。所以诗人伊靠来后代，伊就伫迄中间来反省。虽然头前有迄款的失落，总是诗人伊会通伫遮用拄仔咱所讲第二，讲较正面的想法方式，伫遮来帮助伊，互伊伫迄个。要怎回弹你？要怎伫遮对困境的中间来恢复，会通真紧伫遐来面对。所以圣经伫遐咱做伙来读来。总是耶和华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眠时伊互我唱歌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
你啥事袂记得我？我啥事因为对敌的压迫忧闷来行，我会对敌讥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如果你若无法度伫遐来调整你家己，迄个时阵，你可能就亲像尾仔遐所讲的，讲你陷入伫迄款的失志、郁卒、忧伤的内底。所以，当边仔的人伫讥刺伊，你的上帝伫倒落的时阵，诗人伫遮要安怎？最后伫遮讲起讲，我要来仰望上帝。我要来仰望伊的同在，伊的阳光，甲我三合伫地。这段咱做伙来读来。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咱有看见诗人最后伊伫遐要搁听候，要搁学落。其实这个是一个真要紧哦，真要紧，要帮助咱伫遮来脱出即款的困境的中间一个真要紧的过程。你知影耶稣伊要面对十架道路的时阵，伊嘛有迄款的失落，迄款的情节哦。伫克西马尼园伫遐咧祈祷的时阵，伊甲上帝讲：“爸啊，即个杯若会当刷开哦，拜托你也刷开。”第二遍去祈祷的时候，爸啊，即个杯若会当刷开，就会拜托你也刷开。但是尾仔伊回应讲啥？无照我的心意，是照你的旨意来伫行。所以伊伫对上帝伫迄个中间的对话，迄个祈祷的过程中间，当时是毋是像咱上帝啊，赶紧甲即个苦杯刷开好毋好？照我所想的好毋好？然后迄个囡仔讲。拜托你，即马甲我放的，你莫阁甲我掠掉的，甲我压制掉的，我要去算啦。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就亲像囡仔上款，咱无明白，总是耶稣做一个真好的示范。面对迄个要死无迄个困境的中间，伊选择顺服上帝，伊有透过祈祷伫遐甲上帝咧沟通，总是最后伊会通伫遮。顺服伫上帝的旨意，今仔日你我才会通得到即款的拯救。伫希伯来人书5章第7节到第10节内底，就是咧表达出耶稣基督为着咱来付上，然后正互咱会通得救即款的拯救的计划，伫遮来完成啊。今仔有当时咱要照家己的意思伫咧行时，就有可能无法度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要成就的这个真水的这个计划，伫迄个中间来完成。所以诗人伊伫遐来仰望，透过祈祷伫遐来寻求上帝，有啥物款的办法来帮助我，来调整我即马的心情。有当时咱拄着忧的时阵，检查你会通安静落来。放一寡只诗歌，若像咧默祷、默想，然后呢，你大大喘气，那深呼吸安尼哦，会当帮助你，会通伫遮来透放你内心迄款的郁卒。第二，咱看讲诗人伊透过伊的祈祷，伫即卖诗篇有真侪只真水的祈祷。诗篇咧记载真侪人透过伊无共款的情景，拄着遮困难的时阵，因伫遮来用祈祷，用表达出伊内心迄款的困境。加尔文其实伊对这个诗篇，伊伫迄个诗篇的注解内底引用讲，这个诗篇会使讲是整个咱灵魂的一个解破，互咱伫祈祷的中间，咱会通得到任何的鼓励。这本册就是诗篇内底伫遮来教导咱，有迄个顺境逆境，有迄个可能伫哀歌的中间安怎去经历，伫顺序的中间要安怎牵调这位上帝。伫加尔文伊的心目中，
这个诗篇是信仰一个真水、真完备的迄款的解剖，也是一个祈祷真好的例。所以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当伫这段疫情，你拢无法度去啥物所在佚佗，还是做啥物代志的时阵，你会通伫遮来读诗篇。我本身我嘛最爱用诗篇，而且话语、这祈祷，特别内底嘛有伫帮助咱拄着这疫情的时阵，免啊伫遮来祈祷，互迄个随时来的迄款的病毒、遐毒害离开咱去，互你会通得到平安。所以祈祷会通提醒你我，安怎透过上帝的心意，你去了解，透过这个圣经的作者、诗人，因安怎伫生活中间安怎去经历，帮助因对迄个超凡、对迄个物质，甚至伫迄个面对死无惊吓的过程中间，因会通伫遮来得到头帮。你若看大笔，也看真侪这诗人，你会通伫遮来得到帮助。面对即款的疫情的过程，牧师也透过这个群组、这个网络，我有写一篇伫要安怎防避这个瘟疫，会通互你得到平安的祈祷文。你会通用这来做你的祈祷，毋是干那互你平安，你会嘛会通伫遮为着遐个护理人员，为着遐个救助人的这个决策者。互因有智慧，互因伫迄个过程中间袂凊彩。所以伫遮兄弟姊妹，咱看见迄个祈祷是帮助咱，会通伫遮来透帮咱，互咱安静落来时阵，你有智慧，有解决的方法。这段时间面对无法度有实体礼拜，所以牧师团队中集同工，阮来想办法。要用无共款的办法，这个办法伫遮来帮助咱，会通一项一项的这个事工，会通伫遮来得到顺序解决，也是会通伫遮来完成。所以透过祈祷，会通提醒你我，即马你伫厝内，可能你的焦点是放伫囡仔，哎呀，我要吵死，去边仔发徛，也是你会通伫遐用无共款的咱教会所提供的这无共款的这个活动的方式。互囡仔看，互囡仔伫遐做运动，也是安怎教导伊伫这过程中间有好的一个学习。最后，咱有看见，免安伫遮来仰望上帝，伊对调整伊家己的情绪、伊家己的心情的时阵，伊讲伊伫遐会通得到仰望，有上帝的光来照我。伫生命中间拄着这不便，恁兜有拄着停电嘛？是迄个互伊符合着伊停电迄个时地组嘛？也是你拄着这个困境，互你感觉真郁卒。别人的一句话，互你行袂出来。面对亲人的死失，你犹原伫迄个哀伤，因为可能来真突然，你无法度伫遐来疏透你的心情。你看到这个新闻，今仔的变化，毋知佮安怎？即嘛毋是干咱2点的新闻，随时咱拢会当看到讲，紧急调开这个记者会。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的心是毋是佮开始安尼着惊不安？那即嘛，这拢是影响咱陷入伫迄个黑暗的中间。诗人伊用伊无共款的即款的体会调整。帮助伊，要安怎互伊对困境的中间真紧来恢复。咱做来读这段来，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我要求要学落伊，伊是我的面的阳光，也是我的上帝。诗人开始咧转换伊的心情，伊开始用祈祷、用宣告的，伫遮个正面来回应，讲我要搁要学了，我毋是陷入伫这个郁卒、伫迄个悲伤的情景，拢行袂出来。这个时阵有互伊有办法，就是你放你的诗歌学了，互迄个学了的诗歌充满伫你的房间。
你也通听，即马有一个这艺人所准备的那个亲像用演的即款的圣经，你嘛会通放来伫遮来听。你无法度去看的时阵，你着用听的。你即摆有真侪方法，当你安静落来的时阵，上帝就会帮助你想迄个办法，帮助你用迄个笑面来回应你。诗人讲，我要搁学落伊，这是足无简单的。伫迄个啥款的情绪的中间，受压制的中间，受踢笑的中间，伊还搁深信倚靠这位上帝来帮助伊，因为伊感觉上帝光若一照，这黑暗就要离开。互咱看见上帝的伟大，就是互你的焦点放伫上帝的伟大，无放伫迄个你的困难小小的事。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要安怎校正回归啊？就是讲校正你的眼目、你的焦点，要倒转来到伫上帝的身上，无放伫迄个病痛。今仔日有发生几例？这政策哪会安尼？我的环境拄着我无法度伫遮来面对，咱无法度伫遮来讨棒。你一直伫迄个负面中间，所以你的焦点若无校正，伫遮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讲上帝啊，我承认我即马需要你，我即马需要你，甲我相甲同在，我需要你，你的光来光照我。我需要仰望你，这个时阵，你的同在是我上大的快乐帮助。我要邀请咱这个时阵，咱起立，咱做伙来唱首诗歌，来回应上帝。伊伫咱的生命中间，变啊真做咱的倚靠，咱的帮助。我要专心来听候耶和华，亲像诗人，伊伫迄个困境的内底，用我要专心来听候。我要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要大大开喙来得到娱乐，愿上帝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这款的郁卒，甚至伫悲伤的中间，你转换你的心情，正向主动甲上帝来连接。帮这诗歌来帮助你，也是透过线上，咱有这礼拜祈祷会，拢会通帮助你，会通伫遮来调整你的心情，会通互你的心情会通得到自由，得到透放。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话。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出心仰望伊，来告诉是阮宝座前，通伫里面稳定甲我应。我要心内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等的歌。暗时称赞伊信实的早是我乐意的主爱，咱对头来。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出心仰望伊，来到主。听候耶和华，亲像歌迷等的歌，伫暗时称赞伊信实的早是我乐意的主啊！做伙来宣告来，这位是我的酒伴。我的亲友，我的管担，伫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
听候耶和华，亲像过米等的光。你暗时称赞伊心事，你早是我乐意的主啊！只有你，只有你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管担。你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过米等的光，你暗时称赞伊心事。你早是有乐意的主，我要忍耐听候，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过米等的光，你暗时称赞伊心事。你早是有乐意的主啊！兄弟姊妹，黑暗的过去，上帝光照咱，伊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你去看上帝的话，就通有一寡只的方法帮咱讨帮的管道。咱这时三甲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主啊，伫这个疫情压迫阮、威胁阮的性命，伫这个环境的资源欠缺的时阵，伫人对阮讲的话的伤害，伫阮面对着可能亲人死时所带来迄款的突然的忧伤，无法度伫遮来透视。透过今仔日诗人，伊安那伫迄中间来调整伊的心思意念，伊的情绪会通伫遮透过，无论是伫迄个软弱、伫迄个失志、伫迄个郁卒、伫迄个悲哀中间，伊最后伊想到一个讨帮伊，会通恢复伊伫苦境中间迄款的心情，就是仰望主你。互阮知影主你甲阮三个同在，你要帮助阮，你要拯救阮，你要伫阮迄个软弱失志的中间，想出你的圣神来安慰、来扶持、来帮助。愿主你搁一遍透过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信心，也愿救主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大互你有永远毋忘的快乐充满你。天父上帝，继续用你慈爱的手来引带阮行入你恩典的道路，检测伫迄个坎坷的道路中间，互阮知你有缘甲阮三个同在。主圣神，你来就是要帮助阮想起上帝、想起耶稣所讲的话，也引带阮离开伫遮偏差的道路。会通倒转来到上帝你为阮备办这恩典的路，互阮心无惊吓，伫这个世代面对着这困境，阮心内有平安，有毋忘，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咱安静咱的心。
今日咱线上礼拜就到这，祝咱一礼拜拢充满上帝的恩典、平安、有伊的三角同在，所去互咱手所做行通顺利。咱后边咱伫线上搁再见面。